嘉义溪口的优西村有一个对实体据点转型的互助家庭，设伫咧社区内面的三合院，透过各界资源的协助，转型做家属支持团体。来到这的时代，甲照顾者有减慢失智甲哮喘的空间。看表演的时间到啊！来自10个无共家庭的失智时代，伫照顾者的陪伴之下，偷偷啊行来舞台骹。家属甲志工带来演出，毋但时代看了真欢喜，照顾者嘛会当放轻松。在这边的话呢，我们也有10个家庭，每个家庭呢都是他的家人开车带着老人家过来。在这边我们有地啊，我们可以种蔬菜，然后大家呢买菜来这边一起吃饭啊，一起快乐在一起。嘉义县溪口优西村这个三合院，透过产业、政府甲学校的资源，为原本的失智据点转做互助家庭，除了照顾失智的时代，嘛照顾因的家庭。认识了很多的家人，我们也可以把肩膀给他们靠，所以这样子互挺的之下，我觉得我们这个互助家庭跟一般的机构和一般的据点是完全不一样的。有时候长期照顾者的心理因素影响被照顾者，所以呢有这个所在，因为互相大家拢理解，家属之间拢理解，所以心就会比较安定。即马这个互助家庭已经成做家属支持团体，免阁需要政府的补助。县政府表示，嘉义县失智人口已经有9000多人，亲像互助家庭这种机构，会继续来辅导协助更较侪有需要的家庭。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